在考試考題中，考生可能會被要求描述如何探究生鏽所需條件的實驗。實驗首先是分別將鐵釘放入4支絲管。絲管 A 注入蒸餾水，將鐵釘完全浸入水中。絲管 B 注入蒸餾水，然後加入半湯匙氯化鈉或普通食鹽，左右搖晃，以確保氯化鈉完全溶解。將剛煮沸的蒸餾水注入絲管 C， 再加一層薄薄的油。煮沸的蒸餾水是除去水中溶解的氧氣，而油層則防止空氣中的氧氣再度溶解於水中。在絲管 D 加入1湯匙無水的氯化鈣，氯化鈣能吸收絲管內的空氣水分，所以在絲管 A 中的鐵釘暴露在氧氣和濕氣之中，在絲管 B 中的鐵釘暴露於氧氣、濕氣和鹽分之中，在絲管 C 中的鐵釘只接觸到水而沒有氧氣，在絲管 D 中的鐵釘僅暴露於氧氣之中。用橡膠塞蓋好絲管 C 和 D， 保持數天。結果顯示，絲管 A 的釘子生鏽了，而絲管 B 的鐵釘生鏽比絲管 A 的鐵釘較多。而鐵釘的鐵鏽會逐漸剝落，在絲管內的鐵釘表面出現紅褐色的沉澱物，但絲管 C 和 D 的鐵釘沒有生鏽，因為鹽水會增加導電性，加快電子轉移，導致汽車和船隻在海邊附近腐蝕得更快。生鏽是一個緩慢的化學過程。在鏽蝕的第一階段，有些鐵原子會失去電子，形成鐵正二離子。將鐵釘放入含有防鏽指示劑的溶液中，其中含有氯氰合鐵三酸鉀。鏽蝕指示劑與鐵二離子產生反應，生成藍色的絡合物，因此藍色的出現表示生鏽。氧還原會產生氫氧根離子。因為生鏽過程會產生氫氧根離子，過量的氫氧根離子會令酚鈦試紙顯示出粉紅色。這些顏色的變化共同揭示了鏽蝕的電化學過程。整體反應可用方程式如下表示：鐵鏽其實是水合氧化鐵三，其中 N 是一個變數。